那么有什么事？我来问你，我的贴身丫头，你为什么骂他？为什么打他？你真是老虎头上造谣，甚至岂有此理！以前外甥见了白笑。
人黄泽门，等那位下铁牢，想要呀恨死我唐天君犯命难逃。
长盘西厢，离开关城，关城虚无影小堂。
是父的衣冠禽兽，谁是你的娘子？阿呀娘子，自己年送上面5岁干子，因其还是杨四郎的女婿，今日也来与娘子托进中原，还来拜入岳母，落生他人，何曾才曾想过？岳父岳母在上，小婿他里拜作谁的？你外遇连来见我，不要理他，请。哎呀，娘子，听我美言几句，就算背上得罪汉老师，我后悔。今日得来登门谢罪，谁听你的花言巧语？出去！娘子，谁是你的娘子？不言三小记到。你的所作所为，尽力难用。